所有被誹謗嘅受害者喺告之前都要諗清楚，究竟係咪真係告嘅？其實事實上喺呢一個誹謗呢一個咁樣嘅官司裏邊咧，其實唔係咁黑同白嘅。就算係個 statement 本身係唔啱都好啦，咁可能係評論嚟噶嘛。咁一個高人評論其實都係告佢唔入噶嘛。咁喺告嘅過程入邊，誹謗嘅言論咪會不斷被報導咯。如果係誹謗嘅受害人嘅時候，佢想告嗰個人誹謗，佢係要 justify 點解啲嘢係唔啱嘅。咁嗰個誹謗嘅本身嗰個言論咧，個 statement 咧，就一定係會不斷咁樣去重複又重複。其實個過程好痛苦嘅。咁究竟會唔會因為報導呢一個誹謗嘅案件而令至到嗰啲咁嘅誹謗嘅言論咧，係會再不斷咁樣去重複同埋去擴大咧？呢一個係大家要諗嘅。不過告得誹謗嘅其實都係想用呢個法律呢個平台去話俾人聽，呢啲係假嘅。佢就想攞翻個公道啦。到最後，如果個法庭係唔信服嘅時候，變咗其實啲人就會話嗰啲誹謗原來係真㗎啦，你要承擔個風險。睇完記得 comment、like、share 同 subscribe， 同埋撳埋 YouTube 個鐘仔啦。